大家好，聽日又跑馬啦，有11場，兩泥9草。頭場開跑時間係12點半。Richard 今一次又係即係還原基本步啦，就係單 Q 單位置 Q 3穿7，場次呢就頭3場，即係冇得揀嘅係頭3場噶啦。咁咧第一場呢就係5班1400米出馬爆行。咁 Richard 揀咗個馬匹咧，就係阿妹嘅3號超勁寶寶，同埋田雞嘅6號威威父子。我係中意呢兩匹馬。咁咧而家呢兩匹馬即係3號同埋6號，所以構成嘅36嘅位置 Q 咧就16倍。係呢個時間係5點半。啱啱5點半，咁咧超勁寶寶本身咧，而家嘅獨贏咧就係13倍，威威父子就係7倍，咁咧16倍嘅位置 Q 派彩咧係啱數嘅，即係對水嘅，即係如果即係對照翻佢哋嘅獨贏嘅話，咁係對水嘅。咁呢一場有咩嘢馬有異動啦？係有嘅喎，就係加凡。預期佢50倍，而家佢係10倍。位置係2.9，都幾即係嗰啲票數係都幾勁嘅咁樣。咁其他嘅馬匹都係恰如其分嘅。好啦，第二場就係4班1200米。出馬爆棚12匹，咁呢一場有2匹新馬初出，就係6號勇闖高峰同7號加冠王。咁Richard 揀咗邊2匹馬咧？就2匹新馬都唔要，因為加冠王嗰啲飛數好似好勁咁啊，3.6倍啊！而家即係5點半嘅時候，咁咧都唔係大熱門。大本係金風萬里2.8，咁熱到咁嘅樣，即係行開啦，真係唔好預我啦。咁我咧揀咗邊2匹啦？就係3號手錶之星，同埋12號超越名區，又係阿妹，希望佢聽日即係手風順啦、大順啦，希望佢咁樣。咁咧就手錶之星啦，而家個賠率就15倍喎。咁超越名區咧就係8倍。咁手錶之星咧，我預期佢係30倍嘅，咁佢嘅真係熱咗啲啦。咁同埋超越名區咧，我預期佢20倍，而家佢就8倍。有一樣好緊要嘅，阿妹呢一匹超越名區啊，而家係位置大熱門啊！如果你買10蚊落去，派幾多啊？都係10蚊，1.0，即係我諗都有一毫子賺嘅咁樣。聽日係唔同嘅，即係呢個時候都係好早啦嚇。咁佢哋呢2匹馬3號同12號所構成嘅位置 Q 咧，就係3同12。咦，得10倍啫喎，即係蝕水啊！係啊，蝕咗水。咁希望佢哋得啦嚇。好啦，講到第3場，第3場都係4班，都係1200米，出馬一樣爆棚12匹。呢一場我揀咗邊2匹馬咧？係呢一場咧，又係有2匹新馬初出啊！就係4號天星同5號海陸寶。咁我揀咗2匹馬咧，就係2號同5號，2號閃光燈，5號新馬初出嘅海陸寶。咁呢一場咧，隻天星嘅新馬係大熱門喎，3.1。我預期佢閃光燈佢同埋海陸寶都係5倍喎。
咁而家佢又大熱門3.1，咁啊閃光燈就4.1，而海陸寶咧11倍喎，唔知點解啦，新馬好難估啊，係啊，咁咧我咧揀咗個馬咧就係2號閃光燈，5號海陸寶，咁呢一場有乜嘢馬係有賠率異動嘅咧？賠率異動好似個天星咯，大熱門咯。咁啊閃光燈咧而家呢個時候咧就4.1，而海陸寶係11倍。有異動嘅馬睇，有一匹啊，黑白係田雞騎嘅，黑白二檔田雞。咁而家咧佢黑白咧就係6.9啊，獨贏。位置係1.8，但係 Rich 預期佢係30倍嘅，咁啊當佢有異動啦咁樣，呢一匹馬係有異動㗎嚇，咁好啦，祝大家好運！